保持自然呼吸。預備開始動作，吸氣，兩手匯合過頭，手腳同時對拉，腹部收起。好，放鬆，再吸氣，手盡量拉直，再放鬆。好，反方向往內打圈，保持自然呼吸。好啦，還原動作，放鬆，放鬆晒，調息一下。好，兩手匯合，吸氣過頭，再吸氣，再放鬆，再打開，來回動作，吸氣打開，收回，再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來回6至8下，最後打開，靜止，自然呼吸。好，收回動作，輕輕擺動一下身體，上邊調息一下，預備開始動作，吸氣，呼氣，頭慢慢垂低，再向兩邊慢慢轉動。吸氣嘅時候頭係提起嘅，呼氣嘅時候頭係垂低嘅。動作唔需要快，頸膊頭位置放鬆嘅。好，我哋再將手扣起，放喺頭後方。吸氣後，呼氣，頭慢慢垂低，腹部收起。吸氣後打開，身體再向兩邊擺動，身體係放鬆嘅。好啦，到手腕嘅位置，我哋同樣啦，伸展下去，盡量打開手，握拳，反覆轉動，反方向，慢慢打開，再轉動收起，來回動作，盡量將手指打開。好，兩腿匯合，休息一下，感覺到背部而家係伸展嘅狀態。好啦，將腿伸直，移動一下身體喺舒適嘅坐姿裏邊，腹部收起，兩手按腿，吸氣後呼氣推前，吸氣再呼氣推前，來回動作3至4次，然後靜止，腹部收起。好，放鬆，還原坐姿。